关系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甲儿童福利联盟签约的一对年母姊妹啊，去年底涉嫌苦毒一个7岁小男童，真凶恶哦！甲这个囡仔是拍甲规身躯乌青银花，佮用胶纸锁过杯啊、底喷，甲小男童来饲饭，甚至寒天天气真寒，嘛袂互囡仔穿衫。台北地检署侦查到一个段落，用3项的罪名，甲这对姊妹啊起诉。另外，因有4个亲情涉嫌湮灭犯罪工具，牵涉到伪证罪，嘛分案调查。郭七安白头鬃背影，两支手红扣起来，看到镜头嘛知影见笑。涉嫌甲1岁查甫囡仔苦毒死姓刘林甫，含小妹同齐行去工修车。昨北检侦查结束，依照另地囡仔第4个3项罪名，甲姓刘的姊妹起诉。将被害人身体部位对折捆绑，甚至将遭捆绑的被害人塞入水桶内，命令被害人裸体躺于地上，在阳台角落等处罚站到睡着。伫咧审押中，这对良心扣告保期的林甫为着脱罪，姓刘的林甫敢若先前有甲囡仔绑起来，毋过无先前家拍，或者是家饲喷，佮讲保家救回来实在是真艰苦。逐工耳孔边拢是救护车的声音。啊，那林甫的小妹为着下体责任，讲看到姐姐甲人绑起来，伊是斗相共要甲锁头互甲零，姐姐佮叫伊袂当讲出去，全部甲责任甩互姐姐，叫检察官未驳悔改佮串通，法官裁定甲因压起来禁。不过，就算林母的姊妹啊，拢互压起来，嘛受民众不满，因苦毒囡仔，走去林母因翁的车内喷洒出水。案件公开了后，因第一时间敢若想要脱罪。另外4个亲戚朋友嘛拢互分案调查。进前，村长讲到林母因翁的脾气真歹，伫咧手机行做工课，后生别拢惊甲闭起来。后生女朋友含林母的查囝，别拢讲毋知，甚至斗相共甲拍人的家私藏起来，涉嫌盗空被证据，检方卖彻底调查。楼下的邻居都可以录到声音了，你在楼上会看不到、听不到，这个有点太扯。今晚这对无良心的林母，相当的扣罚赛，无期徒刑。离婚联盟的姓陈的查某社工，嘛因为过失致死含伪造文书罪，检方嘛已经当咧另案侦办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